點樣上傳預付卡實名資料？首先，打開手機上面嘅相機，掃描預付卡背面嘅二維碼，選擇個人。第一步，登記及上載資料，按選擇檔案上傳預付卡圖。iPhone 客戶請選擇拍攝照片。其他手機客戶則可以選擇影相或相片圖庫。見到成功選擇檔案之後，按上傳，顯示已經上傳並自動填入預付卡號。如果冇，請自行填入，然後選擇證件類型，按選擇檔案。見到成功選擇檔案之後，按上傳，然後按下一步。第二步，核對資料，系統將導入你嘅證件資料，如資料有錯，可自行更改。如果冇，請查核確定後，按下一步。第三步，遞交申請表。剔選並按提交，出現審核中畫面，會出現登記編號，請閣下等待結果。如果已經通過實名登記，會收到手機短信通知。如果冇收到，亦可查詢結果。按查詢結果，然後只需要輸入預付卡後13位或者登記編號，便可查詢。